大家好，歡迎收睇《至愛講古》。今日睇完咧，你對日本人嘅認知咧會徹底改變。我唔係危言聳聽，係 DNA 講嘅，記得睇到最後，因為最後嗰個反轉係我寫稿以嚟自己都震咗下嘅。公元285年深秋，朝鮮半島南端一個叫百濟嘅地方，夜風帶住鹹澀嘅海味撲面而嚟，碼頭上嘅火把喺風裏搖搖擺擺，將一群人嘅影子拉得長而彎曲。海浪一陣一陣拍打住木樁，聲音長鼓，就好似催命啦。空氣裏面混住松木燃燒嘅煙氣同埋海水腥氣，咁係一種咧只有喺生死關頭咧先至會深深記住嘅氣味。咁碼頭邊咧企住一個老人啦，佢叫阿直奇，佢手裏邊捧住一沓漢籍典冊《論語》《詩經》《禮記》，每一本都用麻布包得緊緊實實，仿佛比自己嘅命更值錢。佢眼睛咧死死盯住東面嗰片漆黑嘅大海，望住望住，眼眶紅咗。佢知道過咗嗰片海就係日本列島，就係佢此生再亦回不嚟嘅故土，以及佢即將用餘生去建造嘅身家。咁身後跟住數十名嘅博學之士、醫師、工匠、學者、職工，每個人身上邊都孭住嘢，種子、工具、典籍、器皿，冇一個人開聲，但係每個人都清楚呢一步踏出去就係兩個世界，就係冇人知道2300年之後，當你隨手翻開一本日本電話簿，翻到田中山本道邊呢幾個字嘅時候，你睇到嘅不只係一個名，你睇到嘅係佢哋嘅血脈。你知唔知道日本全國人口約有1.25億？但係根據2021年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發佈嘅古 DNA 研究報告，現代日本人嘅基因組成裏邊，嚟自大陸亞洲嘅移民 DNA 比例啦，高達92%，唔係大概，唔係差唔多係精確到小數點嘅92%。換個角度講，如果喺1.25億日本人中間隨機企出100個，裏面大概只有8個人嘅祖先係日本列島嘅真正原住民成民人，其餘咧92個嘅祖先咧都係從大陸係渡海而嚟嘅移民啦，或者移民嘅後代。而呢92%裏面，相當大嘅一批血脈溯源自中國黃河流域、長江下游以及朝鮮半島嘅漢化族群田中、山本、道邊、鈴木、佐藤。日本全國人口最多嘅5大姓氏背後都藏住同一個秘密，但你可能覺得奇怪，日本唔係一直強調大和民族嘅純粹性嘅咩？唔係成日講神之後裔、天皇萬世一系、純血日本人嘅咩？啱啱仲係神武天皇開創日本，天照大神庇佑列島，點解一轉眼就變咗92%係大陸移民後代？呢個矛盾唔係歷史學家亂講嘅，係 DNA 講嘅。但係更離奇嘅係呢件事嘅真相遠比你想象中更深、更複雜、更諷刺。日本人嘅姓氏唔只係一個稱呼咁簡單，佢係一部用血淚、用遷徙、用整整2000年時間寫成嘅移民史詩，裡面有從中原逃離戰亂嘅漢朝遺民，有帶住稻種穿越大海嘅農耕先驅，有被逼喺陌生山腳重新開始嘅流亡者，有用一雙手為日本貴族建造宮殿，卻從未被歷史記住名字嘅工匠。更離奇嘅係，歷史上最鼓吹大和民族純粹性嘅嗰段時期，同日本對大陸發動戰爭嘅時期，居然完全重疊。呢個係咩意思呢？你絕對想唔到。首先呢，要搞清楚一樣嘢，日本到底係點形成嘅？好多人呢以為日本文明呢係獨立發展出嚟嘅一個與世隔絕嘅海島，自己慢慢長出咗稻米、文字、禮儀、國家，但係呢個認知呢，大錯特錯。日本嘅歷史要分3個階段嚟睇。第一階段，成民時代，成民人係日本列島最早嘅原住民，佢哋係獵人、漁民、
靠山林採集為生，數量唔多，全盛時期估計只有26萬人左右。外形接近今日嘅亞伊魯族或者琉球人，眼窩深，皮膚偏深，體毛重，骨架粗壯，就係咁。佢哋喺日本列島上生活咗超過1萬年，幾乎冇改變。然後公元前300年，所有嘢都變咗。第二階段，離生時代。公元前300年前後，一批嚟自朝鮮半島、更早期溯源自中國東部沿海嘅農耕族群，開始大規模渡海進入日本。歷史學家咧就話佢哋為離生人，佢哋帶嚟咗乜嘢？稻作、農耕技術、鐵器製造、青銅鑄造、機織布料，以及最關鍵嘅漢字體系嘅前身。呢批移民嘅規模超出所有人嘅想象。根據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嘅估算，離生時代結束嘅時候，日本總人口已經從26萬暴增至59萬，其中大部分係離生移民及其後裔。26萬成民原住民對上59萬大陸來客，比例係1比2。從呢一刻開始，日本嘅基因圖譜已經被徹底改寫。第三階段啦，古墳時代與飛鳥奈良時代，呢個階段係最關鍵嘅。一波又一波嚟自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嘅知識分子、工匠、貴族、醫師，以歸化人嘅身份進入日本，帶嚟儒家思想、佛教、律令制度、漢字、醫學、天文歷法。據古事記同日本書紀嘅記載，漢朝後裔百濟學者新羅鐵匠絡繹不絕咁喺呢個時期抵達日本。更重要嘅係，佢哋帶嚟咗一套命名系統。新撰姓氏錄，公元820年編撰，日本最權威嘅古代姓氏總錄，共收錄1182個氏族嘅來源記錄。裏面有幾多係明確標注為渡來人後裔嘅？326，佔總數嘅27.6%，仲未計嗰啲雖有大陸血脈，但已經被歸入神別或者皇別嘅隱形移民後代。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京都大學教授上田正超畢生研究日本古代歸化人族群。佢曾經講過，孤立海島上嘅日本能夠得到文明之光，全因有渡來人，冇佢哋就冇日本文明啦。呢句話係理解今日日本姓氏密碼嘅嗰把鎖匙。如果話姓氏係一個民族嘅身份證，咁日本人嘅姓氏暴露嘅係一段不願被提起嘅歷史。首先要知道一件令人瞠目嘅事實，日本平民到底係幾時先有姓氏嘅？唔係平安時代，唔係江戶時代，係1875年明治8年。就係呢一年啦，明治政府頒布苗字必清令，強制要求全體日本國民每個人必須擁有一個正式姓氏。喺此之前，普通日本人、農民、工匠、漁民、商人幾乎全部冇正式姓氏，只有武士、貴族、神官先有資格擁有姓。政令頒布之後，發生咗一件史無前例嘅事情。日本嘅祖先們在同一個時間點集體起名，而佢哋起名嘅方式出賣咗佢哋嘅一切。日本最常見嘅姓氏之一，田係稻田，中係中間，田中就係住喺稻田中間嘅人。2023年統計，日本全國約有208萬個田中，但你知唔知道？日本嘅水稻耕作係邊度嚟嘅？公元前300年，嚟自中國長江下游地區嘅離生移民帶住稻種登陸北九州。水稻栽培技術育苗、插秧、灌溉、收割，係當時大陸先進農耕文明嘅精華結晶。醒民人完全唔識，係呢批移民教會咗日本列島嘅人種稻谷。係呢批移民嘅後代，喺1875年被要求起名嘅時候，望住自己祖祖輩輩耕種嘅水田，一臉茫然寫低咗2個字：田中。某種意義上，田中呢個姓氏嘅 DNA 係從7000年前長江流域飄嚟嘅稻種，喺異鄉土地上長成嘅果實。我哋睇幾組好有意思嘅數據咧，就知道當中嘅關聯有幾密切。好似日本最常見嘅姓氏田中，而家總人口有成208萬，其實背後都同稻米文化好有關係。
而中國先係水稻真正嘅發源地。距今大約7000年前，長江流域一帶已經有明確嘅稻作農耕證據。到咗公元前300年左右，一批離生時代嘅移民就帶住稻種東渡登陸日本，將種稻技術帶咗過去。考古更加發現，日本離生遺址出土嘅陶器花紋同中國東部沿海文化嘅相似度高達73%，淵源真係一目了然。日本一位歷史博物館老研究員接受 NHK 採訪嘅時候話：我從細路就叫田中。讀咗30年歷史，有一日突然明白，原來自己嘅姓氏本身就係一部移民史。嗰一刻咧，我喊咗。呢段話咧就唔係煽情啦，係歷史嘅重量壓到一個老人身上嘅反應。日本另一個超級常見姓氏，人口約105萬，山本係山腳下嘅意思。喺日本古代咧，山腳下居住嘅往往係被排擠離開平原肥沃土地嘅邊緣人群啦，但係都係歸化人家族嘅後代。點解？因為日本古代嘅土地分配係有嚴格等級嘅。貴族、武士、神社佔據住平原最肥沃嘅農地，歸化人被推到山腳、河邊、荒地，於是山本渡係渡過，邊係邊岸嘅，字面意思係渡口旁邊嘅人。但呢一個姓氏嘅來源咧，比你想象中更加震撼嘅。渡邊氏咧係日本歷史上最古老嘅氏族之一，文字記載咧可追溯至公元9世紀。而渡邊氏最重要嘅發源地之一咧係大阪灣旁一個叫渡邊津嘅港口。點解叫渡邊津？因為自古以嚟呢度就係大陸移民上岸嘅地方。渡邊係渡海而嚟嘅人守住嘅嗰條岸邊。全日本今日約有1082000個渡邊，係日本人口最多嘅姓氏之一，相當大一部分嘅族譜追溯上去都指向嗰艘跨越大海嘅船。公元3世紀，洛陽後漢帝國嘅首都，此刻係一片烽火，八王之亂，五胡入侵，皇族內鬥，成個中原係一個巨大嘅亂葬場。喺呢個亂世裏，有一批人做出咗一個改變歷史嘅決定，離開。佢哋係漢朝嘅遺民學者、工匠、官員、醫師，唔想喺戰亂中白白死去，沿住渤海、黃海輾轉南下嚟到朝鮮半島，最終經由對馬海峽登陸日本北九州。日本史書話呢批人為漢人，係歸化人，代表性族群叫做東漢氏。佢哋嘅祖先係自稱源自漢靈帝血脈嘅劉氏後裔。入到日本，佢哋變成咗乜嘢？變成技術人員。以前佢哋係漢朝嘅貴族同官員，熟背四書五經，精通禮樂制度，食盡中原真咩？住嘅係洛陽氣派園林大屋。而家流落異鄉，變咗日本朝廷入邊嘅文書抄寫員同翻譯官，淨係識得用漢字幫人起草公文。住嘅亦都係朝廷劃俾佢哋偏處一隅嘅邊緣土地。嗰啲曾經衣冠楚楚、手握權柄嘅中原精英，就咁帶住整個文明嘅遺產，喺一個完全陌生嘅島國重新開始。族長亞茲使主率領2040名部眾抵達日本，朝廷官員打量住呢班風塵僕僕僕、滿身書卷氣嘅外來者。官員問汝等來自何處？所求為何？亞茲使主站直身子，用佢啱啱學會嘅幾句和語夾住漢語回答：吾等漢朝為民，亂世離土，只求安身，願效力朝廷。任憑差遣。官員沉默片刻，上下打量，然後話：可汝等負責文書、駐紮繪設。就係咁，2040個中原遺民帶住整個漢朝嘅文明積累，開始書寫日本嘅歷史。佢哋嘅名後來大多數都俾日本化咗，但係佢哋留下嘅東西永遠無法被抹去。更可怕嘅係，進入日本之後，大陸移民嘅後代經歷咗長達數百年，
令人心寒嘅文化自我消除過程。日本平安時代794年至1185年，隨住朝廷權力嘅鞏固，歸化氏族開始面臨一種無處不在嘅壓力，你必須成為日本人。具體嘅變化咧就更加明顯啦。佢哋原本用漢字起嘅氏族姓氏咧，被強制要求改用日式讀音去讀。從大陸帶過去嘅祭祀傳統同習俗，亦都慢慢被日本神道嘅儀式取代。族譜上面記載住祖籍大陸嘅文字，開始被人刻意模糊，甚至塗改、刪改。咁到最後咧，即係連講漢語咧都被視作唔禮貌啦，必須改講日語雅言。嗱，以秦氏為例，秦氏咧係日本歷史上咧規模最大嘅歸化人集團之一。根據《新撰姓氏錄》，秦氏嘅祖先係秦始皇7世孫孝武王嘅後裔，經朝鮮半島輾轉抵達日本。入日本嘅時候，秦氏帶嚟咗27000人，掌握住當時最先進嘅養蠶紡織技術，喺日本各地建立咗龐大嘅經濟網絡。佢哋喺京都嘅聚居地，今日仍然流傳在地名李太秦，就係當年秦氏族人嘅大本營。但係300年後，秦氏已經完全日本化，族譜裏面對大陸來源嘅記載越嚟越模糊嘅。到咗江戶時代，連佢哋自己都真誠咁相信我係日本人。劍橋大學東亞史研究學者喺日本古代移民族群嘅學術綜述中寫道，日本家族史中對大陸來源嘅抹除唔係靠暴力強迫嘅，而係靠一種更有力嘅東西社會向上流動嘅渴望。要成為日本人，就要忘記自己從邊度嚟嘅。時間快進到2021年。東京國立科學博物館實驗室研究員森羅田謙一率領嘅古 DNA 團隊花咗整整7年時間，對嚟自日本各地、不同地層、不同時代嘅古人類 DNA 樣本進行全面分析，結論令整個日本學界震驚。根據報告顯示，現代日本人嘅祖先主要嚟自3個群體。比例仲好清晰添。首先係日本嘅原住民成民人，佢哋嘅基因佔比大約係8%到12%，佔比最多嘅係離生期嘅大陸移民。呢批人主要嚟自中國東部同長江流域，比例足足有47%到55%。仲有古墳時代嘅大陸移民啦，佢哋以東北亞同朝鮮半島嘅族群為主，佔比大約係35%到42%。3個群體嘅基因融合埋一齊，先有咗今日嘅日本人。換言之，成民原住民血脈連12%都唔夠，超過88%嚟自大陸。最令人震驚嘅係呢個真相早就有人知道，只係呢，佢被小心翼翼地藏起嚟。直到2001年12月23號，日本天皇明仁喺自己嘅生日記者會上親口講出咗一句令全日本啞然嘅話。就本人而言，《玉日本紀》記載桓武天皇嘅生母係百濟武靈王嘅後裔。呢件事令我對韓國感到一種親近感。桓武天皇建立平安京，奠定日本文明黃金時代嘅最重要天皇之一。佢嘅母親係朝鮮百濟皇室嘅血脈。天皇咧就親口承認啦，大陸血脈咧喺日本皇室裏邊流通啦。呢唔係歷史學家嘅推斷，係皇室嘅親口表態。明仁天皇生日記者會原話：日本與韓國人民之間自古以嚟就有深厚嘅交流，呢個係歷史話俾我哋嘅。但你以為呢就係最震撼嘅部分？唔係，更驚人嘅係日本近代史上最強烈鼓吹大和民族純粹性，以神之後裔自居，對中國朝鮮發動侵略戰爭嘅嗰段時期，佢哋用嚟傳令嘅文書寫嘅係充滿漢字嘅日語，佢哋穿嘅軍服用嘅係從中國傳入嘅機織技術織成嘅布料，佢哋用嚟記錄戰績嘅文字係公元285年啊，阿直奇帶住《論語》渡海帶嚟嘅漢字書寫體系，一個聲稱自己優越於獨立於大陸文明嘅軍事帝國，用住大陸移民後代教落佢哋嘅一切去對付大陸移民嘅故土，呢個呢係歷史最深刻嘅諷刺之一。
如果要喺所有渡來人裏面揾一個最傳奇嘅人，非黃人莫屬。公元285年，百濟國有一個叫做黃人嘅學者，佢奉百濟國王之命，帶住《論語》10卷、千字文1卷渡海前往日本。佢係邊個？據古事記記載，黃人係漢高祖劉邦嘅後裔，歷代遷居百濟，成為當地漢學宗師，精通儒學經典、詩書禮樂。佢抵達日本之後，成為王子哈道智能子嘅老師。王子學成之後，成為大王候選人，而黃人成為整個日本史上第一個帝師，一個嚟自大陸嘅移民。教導嘅係日本嘅下一任君主。黃人所帶嚟嘅《論語》係目前有文獻記載嘅儒家典籍首次正式傳入日本嘅歷史時刻。喺呢之前，日本冇文字記錄系統，冇成體系嘅道德哲學，冇正式嘅行政文書傳統。黃人嘅到來從根本上改變咗呢一切。日本學界將黃人稱為日本漢學之祖。大阪府梅坊市至今仍然保存有黃人墓，每年有正式祭祀活動。更離奇嘅係，黃人嘅後人喺日本繁衍，形成咗西文氏家族，後代遍佈整個日本關西地區。你今日咧喺大阪、奈良、京都隨機問一個路人你姓乜嘢，佢可能唔知道自己身上流淌嘅血脈裏有一部分嚟自2300年前嗰個從百濟渡海而嚟嘅漢朝學者，佢嘅名字叫黃仁，佢曾經係一個移民。故事嘅另一面喺江戶時代1603年至1868年展開，德川幕府頒布鎖國令，1635年之後，外國人幾乎全被驅逐，日本進入長達200年嘅自我孤立。喺呢200年裏面，有一件文化上嘅大事悄悄發生。日本咧開始系統性咁重構大和民族嘅純粹敘事。18世紀國學運動學者本居宣長帶頭強調純粹日本精神，刻意將其同漢意區分，稱大陸影響係污染。但係諷刺嘅係，本居宣長用嚟寫作嘅文字係漢字，佢引用嘅典籍係古事記。而古事記係用漢字寫成嘅，越係想撇清大陸，越係證明自己離唔開大陸。一個巨大嘅文明悖論就咁安靜地矗立喺江戶時代嘅日本。大和民族本身就係大陸移民與成民原住民融合嘅產物，否認呢一點就係否認日本文明嘅一半根基。歷史上最徹底嘅譯集往往係悄無聲息嘅，渡來人嘅譯集用咗整整800年。當第一批大陸移民踏上日本列島嘅時候，迎接佢哋嘅唔係禮遇，唔係感謝，係歧視，係被分配到邊緣土地，係被稱為化外之人。意思係喺日本文明體系之外嘅人。嗰陣時日本社會階層分得好死，一啲都唔可以亂啊！最頂嗰層係天皇同埋皇族，第二層就係大貴族同各大氏族，第三層係武士同埋神官，最底層就係歸化人、工匠同農民，嚟自中原嘅學者，精通四書五經，卻要俾日本貴族抄文書。來自百濟嘅醫師，識得針灸、草藥、外科手術，卻要以藥師嘅卑微身份服侍權貴，不得自行行醫。嚟自新羅嘅鐵匠，掌握最先進嘅冶鐵技術，卻要住喺河邊濕地，每日為武士打造刀劍。但係佢哋有一種本領，係成民原住民甚至大部分日本貴族都唔具備嘅系統性嘅文明知識。呢種知識咧喺當時嘅日本咧係獨一無二嘅。公元593年，飛鳥寺咧開宮奠基，呢個字日本歷史上咧第一座佛教寺院。建造呢座寺院嘅係嚟自百濟嘅專業團隊子工。路盤博士、雅博士、畫博士，每一個都係從大陸帶嚟嘅頂級工匠。成個工程歷時6年，以大陸最先進嘅建築工法斗拱結構、飛檐翹角、浮雕彩繪完成。日本貴族們企喺飛鳥寺正殿前，
仰望住嗰威壓嘅飛檐，第一次意識到一件事，呢一啲歸化人掌握住我哋永遠學唔會嘅東西。從呢一刻開始，渡來人嘅地位開始慢慢改變，唔係出於憐憫，唔係出於道義，係出於需要。跟住落嚟嘅幾百年，大陸移民嘅後代以一種令人驚嘆嘅方式，悄悄進入咗日本文明嘅每一個關鍵領域。嗰陣時，日本幾乎所有嘅文明根基，全部都係從大陸傳過去嘅，好似文字系統。漢字就係經渡來人帶入日本之後，先慢慢演變出平假名同片假名。今日成個日語書寫體系根本就係建立喺大陸文字之上。現代日語入邊源自漢語嘅借詞比例更加超過60%。醫學方面，日本古代最核心嘅醫書《醫心方》，作者丹波康乃本身就係大陸移民後代，祖先仲係漢靈帝血脈。呢本書到今日都係日本傳統醫學嘅奠基經典。曆法方面，日本最早用嘅曆法係公元602年由百濟僧侶官立帶過去，根基就係中國嘅元嘉曆。之後日本一路沿用大陸曆法超過1000年。行政制度上大化改新嘅核心就係全面照搬唐朝律令制度，而具體去推行執行嘅大批都係歸化人嘅後代。建築方面，世界現存最古老木構建築法隆寺，建於607年，從頭到尾都係大陸工匠設計同埋建造。茶文化都一樣，榮西禪師喺1191年由中國帶返茶種，日本茶道先至開始萌芽。杯茶嘅根原本就係嚟自中國。更離奇嘅係，連日本最具代表性嘅武士精神，其核心理念仁義禮智信都係嚟自儒家嘅五常思想，一套由孔子喺2500年前中原大地上提煉出嚟嘅道德體系。日本幕末思想家明治維新精神導師吉田松陰喺佢嘅著作《講萬餘話》中寫道：天下學問無不以中華為源，識其源，方知其流。呢句說話係一個日本人對成個日本文明最誠實嘅一次承認。但係你絕對想唔到嘅係，歷史上將大和民族純粹性神話發揮到極致嘅明治，自昭和時期，恰恰係日本對大陸文明汲取最深嘅文化遺產倒戈嘅時刻。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以脫亞入歐為國策，全面否定大陸文明嘅價值，開始對中國、朝鮮發動文化蔑視，繼而軍事侵略。但係日本軍隊頒布命令嘅文書寫嘅係漢字，戰爭宣傳嘅標語用嘅係來自大陸嘅書寫體系，甚至連日本戰時最重要嘅典禮活動都沿襲住來自大陸儒家禮儀嘅結構框架。一個要消滅大陸文明嘅帝國，用住大陸文明教落佢哋嘅一切工具去攻打嗰個文明嘅家園。呢個循環係人類歷史上最荒誕、最深刻嘅文化悲劇之一。今日咧，日本咧約有128萬家中小製造企業，以精密工藝聞名於世。呢啲企業裏面咧，大量聚集喺關西地區，而呢個區域咧，正係當年秦氏、東漢氏等大陸移民集團嘅聚居帶。古代大陸移民帶嚟嘅鑄造、冶金、紡織、製陶技術喺關西地區扎根，歷經1500年嘅傳承演變，最終形成咗今日日本單項冠軍製造業嘅底層基因。2021年嘅 DNA 研究報告發布之後咧，日本 NHK 特別製作咗紀錄片《日本人圖話哪吒卡》，日本人到底係咩人？引發全國熱議，當年度收視率高達21.3%，係當年度紀錄片類別最高收視紀錄。一個國家嘅主流媒體用最黃金嘅時段直播自己嘅起源之謎咧，本身就係一件震撼嘅事。日本最重要嘅皇家寶庫正倉院裏邊珍藏住超過9000件寶物，其中有逾4000件嚟自唐朝中國或者接仿製自大陸嘅器物、漆器、銅鏡、絲綢、香料、樂器，大陸文明嘅珍寶。
被日本皇家用最高規格嘅方式收藏保護至今。某種意義上，日本人喺度用自己嘅國寶級寶庫，長期守護住大陸文明嘅一部分子係。佢哋往往唔提起呢件事。公元前300年到2021年，2300年過去啦。從第一個離生移民帶住稻種踏上九州嘅泥土，到基因科學家喺實驗室裏面解讀東亞人類遷徙嘅密碼，從亞茲使主率領2040名漢朝遺民橫渡日本海，到明仁天皇喺記者會上親口承認皇室嘅大陸血脈，同秦氏27000人呢被賜居京都太秦啦，到今日嗰個地名仍然清清楚楚刻喺地圖上緊，一字未改。歷史會開玩笑，但係歷史唔會耍大話。開篇啦，我哋講到啦，現代日本人嘅基因組成裏面啦，大陸移民 DNA 啦比例高達92%。而家啦，我哋用幾組數字啦，感受下咧呢個92%背後嘅沉重分量嘅。每一個數字咧都藏住一段跨越千年嘅淵源啊！公元289年，亞茲使主帶住2040個漢朝移民登陸日本，呢批人嘅後代一路繁衍，家下已經有幾百萬之多。秦氏集團到嚟日本嗰陣，規模有成27000人。亦都有講法係18670戶，佢哋嘅子孫後代家下遍佈整個關西地區。《新撰姓氏錄》入邊記錄咗1182個氏族，其中326個係明確嘅渡來人後裔，淵源一啲都唔含糊。而家日本姓氏田中嘅人口有成208萬，呢個數字背後係延續咗2300年嘅稻作文明血脈。正倉院珍藏嘅文物入邊，大陸器物或者仿製大陸嘅器物數量超過4000件，件件都係文明交流嘅見證。仲有現代日語詞彙，嚟自漢語嘅借詞比例超過60%，語言嘅牽連從來都未斷過。呢啲數字唔單止係數字，係大陸文明同日本發展千絲萬縷嘅證據，亦都係92%背後最實在嘅重量。從26萬成民原住民到今日1.25億日本人，呢1.25億人裏面留住92%嘅大陸血脈，數字嘅本身已經係最有力嘅敘事。嗰啲渡海而嚟嘅移民冇憑空消失，佢哋化入咗日本嘅土地、血脈、語言、文字、建築、飲食、音樂、哲學同埋道德體系。佢哋成為咗日本，或者係更準確咁講啊，日本就係佢哋親手建造出嚟嘅。複雜性承認歷史從來唔係非黑即白。渡來人係日本文明嘅奠基者嘛？係嘅。渡來人係被壓迫嘅外來者嘛？都係嘅。有人話啦，日本文明不過係大陸文明嘅複製品，缺乏獨立嘅原創性。有人話咧，日本文明係人類歷史上最偉大嘅文明轉化實驗，佢哋吸收咗大陸嘅一切，然後創造出一種全新嘅、獨特嘅、屬於自己嘅文明形態。一兩種講法都有道理，歷史從來唔係非黑即白嘅。大陸嘅移民咧改變咗日本，但係咧日本咧都改變咗大陸嘅移民啦。嗰啲嚟自中原嘅學者喺日本嘅土地上創造咗佢哋喺故土永遠創造不出嚟嘅東西，大化改新、平安文化、茶道、能劇、海劇，嗰套融合咗大陸文明精華同日本島國氣質嘅獨特文明。呢個文明唔只係屬於大陸嘅，亦都唔只係屬於日本嘅。佢係兩個文明激烈碰撞、深度融合之後共同創造嘅禮物。田中唔只係一個姓氏，係一粒2300年前從長江流域飄來嘅稻種，喺異鄉土地上長成嘅參天大樹。咁啊，山本咧唔止係一個居所啦，係一個流亡者喺陌生山腳下揾到嘅第一個新家園啦。渡邊唔止係一個港口，係兩個文明之間嗰條永遠流淌嘅水。真正嘅文明從來唔係一座孤島，而係千百條河流交匯嘅大海。真正嘅民族從來唔係從天而降嘅神話，而係無數遷徙者嘅汗水與眼淚凝結成嘅山河。
呢就係日本人姓氏背後嘅故事，一個關於遷徙、融合與文明創造嘅故事，一個關於身份認同、歷史遺忘同科學真相嘅故事，一個關於人類如何用腳步丈量大地，用血脈連接兩岸，用一個個簡單嘅名承載成個文明重量嘅故事。佢哋曾經係漢朝嘅遺民，流亡於亂世之中，飄零於大海之上。曾經係被推到山腳、河邊荒地嘅邊緣人，被呼作化外之人。但係佢哋用文字、用道種、用鐵器、用佛法、用醫術、用積基、用2000年嘅沉默與堅守，改寫咗一個島國嘅命運，而嗰個島國將佢哋叫做日本人。2300年之後，當我哋企喺東京街頭，望住擦肩而過嘅行人田中先生、山本小姐、渡邊同學，我哋有冇諗過嗰啲名背後嘅距離？從長江到日本海，從漢朝遺址到現代都市，嗰段跨越海洋嘅旅程到底有幾遠？也許真正令人深思嘅唔係日本人到底有幾多大陸血脈啦，而係喺呢個越嚟越鍾意建立邊界區分我哋與佢哋嘅時代，2300年前嗰啲毅然跨海嘅無名移民，用自己嘅一生話俾我哋知文明嘅前進之，從來唔係靠封閉，而係靠流動；唔係靠純粹，而係靠融合；唔係靠否認離處，而係帶住離處嘅記憶，喺新嘅土地上種下新嘅稻谷。歷史從來唔係課本裏邊嗰幾行字。如果你想繼續挖，就訂閱我，幫手點個讚，我哋下期見。